患难迎人的君王身。在途人，我是从今相为亲，君是女，怎能忘奉系袍上君母身？梅花样浩荡在小路湖暖，怎能忘清风江从许压根。红颜宝气为凭陈连理，怎能忘几足风浪终成欢？到儿来黄色风情梦恩高，怎能忘红梨西平两情。红上的金郎西装打的，老婆光他因为是兵权横，常以往光阴不看几大宝，结光一笔冲天为自尊，数月来情深为忘也妻子，我是平平妻子高不成，才是平房不中意，生死未报令人情，多少人你黄昏我不允。梅花好花开共彩
放离后家要到哪里去？
他有一把昆仑宝剑，交于明君手上，因此心上愿子送宝剑不宝剑的，这样的小事情也过惊动万岁。老儿一句，朝堂之上，贫妇刘病已去世。老二爷也不知道。老夫替你慢慢打问，你回房去。老二爷，老二爷，你快来快呀！老二爷，你快！女儿与万岁。王二娘还不给瓜分劫财，屁用花喽！你呀，老二爷，这亲事还随他意愿了么？夫人。你叫许令君来送往进宫。老二爷，你进宫回来，先去歇歇，晚上的国宝与我对还。这块国宝只好你去。贾元来。老二爷，奉旨收藏国宝，劫富门你将把守，和府上下一律不许违法。是。
是怎么还自欺？徐秉君，过来。夫人，你请快对我说，欲把喷雾宝剑你可知道这宝剑的来历？乃是我丈夫刘秉义的传家之宝。说，此乃是万岁的国宝。老儿夜奉皇上旨意查访国宝，要你把喷雾剑献上。夫人啊，这把昆仑宝剑乃是我丈夫与我的定情之本，此后献你。倘若不献，罪上加罪。倾他之身，何在之余？叫我献剑，万万不能。丫头，你带我到他房中受剑。老僧请记昏皇帝死于东宫太子，作为奸臣也，别得太子佛经身亡。传子三配，因为当今万岁所有，为我了这刘秉义之死啊！等徐秉君一定知道，并且真相揭他，将徐秉君带上。老二爷，徐秉君，禀大人有话问你。禀大人，何事下问？起来，什么？你是徐秉君？正是。家在哪里？家之夫人，所配何人？女郎秉义，何为凭？昆布宝剑，可是真宝？禀大人呐，这把昆布宝剑乃是我丈夫刘秉义的传家之宝，夫人无料未到，这是冤。大胆徐秉君，吕秉义推到国宝，你夫妻存后为
老夫他是公，
话，云国王与安宗庙不奉家预备中国，恩报一封17000亩。长子和女差别在外请封诸将军，有女和人君天大作女，不为愚昧公子。谢子龙恩，请娘娘封驾进宫。请娘娘封驾进宫。呀，最好，起来一年不提起。阿姨，今天为何不来看我啊？夫人明鉴，这位许娘娘临产气色，生命要我进宫，谁也小心堂娘之后。这许娘娘在我府上做正妾的时候，哪有这样叫呢？许娘娘命大福大，这叶灵本分免了，这才是男是女，真是普天之喜，天赐一位太子。许娘娘生太子，真叫人高兴。你不高兴？夫人，你不高兴吗？夫人，我与恩于他，当然高兴。阿姨，他母子平安吗？哦，太子不放，这是娘娘难产，需要精心调理。唉，夫人助产，一直就挂在棺材里，
一直就画在官人啊，一书上色，夫人免圣大夫去世一生。好一个无人免圣大夫去世一生。俊英，这天大的喜讯，为不报与小姐知道？哎，报与小弟一定高兴。外对我比失礼。哎呀，公子，我是阿爷不远，那公主地位模样，需要一官写章，是一气而赢，阿爷自己也要聪明了，否则，阿姨，你可以下拜访吗？我老二爷在请天下，3月3当2座，与我夫人大
预言这是什么样场？不是一起青年街头之场，可不也到平日？娘娘许不幸福，是你万万之子。此次小心公共演场，真是小姨当面示上。为何上身不得志？哎呀，娘娘受命于天唯一的之病，而不知天命。倘于万一，小姨在该万事怎不转转？仅既是受命于天，只要你忠心耿耿，尽力而为，何在自由？谢子隆恩，给奴婢听娘娘我言。我自动在那里要稍等片刻。是万岁。玉梅何等举进宫开报娘娘？玉梅来了，快快有请。是，有请。进宫已来我3到12之礼，多人还来问候皇上之定。对呀，自动是玉梅来了。皇上等君，皇上保重。那
要以高头。预备在此国王早备了。王兄请爷与我在此相伴。王兄。皇上，你堂下的王。不，这下你们挖陷子了。
家不举，似乎反其平着。莫非呀，从就到马走路的万岁，愚昧为我倾囊荡漾，哪里遇到你不要错怪于娘娘，快把小光儿抱，快把小光儿抱，上头，上头。
为娘要你向外甥每言几句，替阿爷的丈夫做一个不为大过。母亲，这是为何？阿爷是我幸福之人，他把我的马，我属他的用。你弟弟铁面无私，只好来求你了。母亲，弟弟铁面无私，女儿更加不苦。儿啊，你上不义，为娘最为难你了。
是与你自杀了吧？母亲，你有什么名义？这位那许氏几人做了王儿报说，为娘喜恨难消，铁定暗里策略，容于我扶助他，扶助他。母亲，你的女儿是小王吗？举谁？女儿，你说话可要凭良心，是你做王儿，又不是我做王儿。此事你知我知，倘若不义，别为不孝。啊
处，病情气息绝不复阳，万岁劝他也是不听，四母亲上讲堂，劝得气气往下的送命的都要，难道是我多是气息？难道是我多是气息？
去吧，此事由我备，你对老夫人自定去吧。夫人，夫人，禀老爷，兵机大臣求见。来得好快，有请。是。有请兵大臣。有请兵大臣。兵太监老二爷，兵大人请从席上。这因参院上事，告发陈玉英与妹妹徐王儿子言你何用多讲？陈玉英是我老妻幸福一婚，一直高明，一向忠心。妹妹徐王儿绝不可能，这是冤枉老二爷。
老爷，你也真正的老臣自重，有可恨之心，不争之自为。两气的脾气，不争不夺，是生命的不顾，是大恶，是超级。此次姑息养妻，稍为鞠躬辞我。何以在正之年，万岁不为降罪，只可发你的智慧。此生富贵难保也。你在后堂谈笑风生，分明装病欺骗于我。你与人你管得这么对当，死都不讲，我将他送进衙门，斩口入门，哪怕他不到两千万。事到如今，就与你自杀了吧。那你讲，这位那虚实皆人，传扬我女儿的望儿之位，是我妻儿难孝，与阿爷商量，用一副扶持他，送他见阎王。老爷，如今只有保证阿爷平安无事，要过大武岭的一年也难保。我
将火线要到前来。万岁有旨，将火线押到前。将火线押到前。
之事，可能就关系公事，倾上一朝，骗徐王妃不养。这不是母女同母，哎，徐王妃又是什么？你快把事情讲来。讲。你倒是讲了。你当初口称这笔，情上一堂，都是虚情假意啊！你母女同门，黑不明君，偏去光血偏子，料他无言不不，哼，分明是不当自招。来呀！来！何将军欺君罔上，大逆不道，非是王后将他绑在那个母女一并自裁。
万岁！万岁！朕以为何信大人是人，我女同儿是冤。何先生，任何人拒绝我同儿，还是也能报信。此番警察放出者，与贼下穷义作证。贼下穷义啊！礼万岁！起来走！哎呀，万岁呀！这是书上与朕预言，替小王子送来的图呀。图呀，娘娘这位此呀，前条语音书上呢，那因故切了便是，倒不是娘娘大逆，小王子早已性命不保，请万岁明鉴。心绪为尽了，万岁，可让玉来言。
人君心地善良，平时与恶魔同门，虽知情不报，欺我身上，但他保佑王子有功，也能功过相抵。那为何不能走为王呢？万岁，怎那和谐也是徐娘娘，为人何人君当场冒头？此今何人君一刀切令，杀人自当中国，只怕举不上下，真心难。